错，原来是你。哎，松啊，哼，啊，当初我受伤灭伫这个所在，你真经真热心救过我，啊是安怎？啊，即马这个草话后话黄，皮毛拢总是无变，叫个人会变呢？当初我实在无应该救你，应该后你去倒位啊！哦，我想你唔敢无甲我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伫草我的后花园，若是受官兵甲我掠去，敢讲甲你娘妹仔都无关联吗？什么啊？你认为我当初救你，是惊互人连累？是。你实在足无良心的！哎，叔。世人嫁袂出去是？毋是嫁袂出，因为你现在已经是乡家的人，什么人敢娶你？我也无甲你拜过冤，你凭什么讲这句话？这句话是你家己讲的呢。邱妹拄我讲，当初要抄家杨家的时阵，你有甲咱娘讲过，生也是杨家的人，死也杨家的鬼，情愿甲杨家同归于尽啊！乡下温馨如山中，你的情意如水中。一日是我欠思量，这个不该后悔落鸳鸯。
叫妹，你哪样对遐伫偷听人的话？这我是甲你学的呢。姑妈呀，你莫生气啦，我是专工来甲你报喜的呢。八千岁甲曹王爷，还佫有阿娘，人已经参详好势啊。后个月12，就要互恁两个完婚拜堂，